为着要来防这个病毒，这个喙암将做大家的必备品。即卖有真侪人哦，会挂迄种吸水鲜艳的水水的喙암，但是讲即种鲜艳的喙암，有可能会来掺一种沤蛋的粘剂，恐惊会来致癌毛。漂检局讲将会来抽验，啊，即种叫做沤蛋的粘剂，到底是啥物物件咧？这回来了解。 标检局宣布要抽验市面上卖的这种彩色的口罩里面是否含有所谓的沤氮染剂，因为如果超标的话，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这种沤氮染剂是两个氮接起来的相近结果，和无同款的分子结合，就有无同款的色水，是一种定定看到的化工染剂原料结果。 这种沤氮染剂进前嘛捌上过新闻。2017年，一间有名的店方验出两人所内底两人真红，因为内底有苏丹红。苏丹红伫台湾通然做第3类致癌物的沤氮染剂的其中之一。这种色料它进入人的体内的时候，因为它是一种致癌物，那除了它本身致癌之外，它进入体内会经过体内的代谢。 形成一种叫苯胺的，这种也是一个致癌物。其实，这种沤氮染剂大部分是用伫纤维来做皮革、布料，还有纸，不过无法度对外形来判断敢有加。消保处前几年阁查到中国做的喙암来加沤氮染剂，最近阁真流行彩色喙암，敢有人阁来加？标检局要来查。那依照消保法哈，那么如果说企业经营者哈有这个制造、贩售、输入哈，致这个消费者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安全的危害哈，那我们会要求他做下架、回收、改正。医师嘛，甲民众建议，选喙암尽量拣白色或者是浅色，避免到市场或者是路边摊来买，避免去买到有沤氮染剂的喙암。